今天晚上我吃什么？亲爱的静慧，今天晚上你打算准备什么东西给我吃？今天晚上我要做2道菜，第一个菜是之前已经做过的凉拌小黄瓜，洋葱凉拌小黄瓜。第二个是醋溜土豆丝，马铃薯，对，土豆就是马铃薯，中国大陆的方法。对，从中国大陆学回来的。这里有什么？这个一样，这2个。这个是我的马铃薯啊。对，今天拔了，大的马铃薯，小的。我的洋葱、小黄瓜都是我的，臭豆也是我的，这个是蒜头。对，你的蒜头。也就我的辣椒啊，小小的，但是辣辣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是朝天椒，然后一个是小辣椒，通通都是菜园的东西。还有一个肉，还有一个猪肉。这个肉不是。现在你准备什么东西给我吃？今天晚上做2个菜，第一个是旧的那个菜是洋葱、小黄瓜凉拌，第二个菜是醋溜土豆丝，就是醋溜的马铃薯丝。那我们今天有马铃薯，然后有土豆跟肉，然后跟大蒜、辣椒这些我们做醋溜土豆丝，然后这2个我们做凉拌小黄瓜。听起来很好吃的感觉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做这个辛苦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这样就不用切了，不用切比较快。第一个部分好了，对不对？大蒜跟辣椒，还有那个青葱的部分，先放下去爆香。这个火是最大的吗？对。豆瓣酱，香。这个丑豆可以先下去，要先把丑豆炒熟。
爱吃。这个看，这个看。那我在煮的时候不试试看哦。你说这个吗？不要。那你等下你吃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是辣的，你可以吃一口。好啦，都炒熟了。都炒熟的时候，我们把马铃薯丝放进去。马铃薯啊，只要炒1分钟就可以了。只要炒1分钟，现在干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它加一点水，它就会有那个勾芡的感觉。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加了盐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不要再加盐了。刚刚有加盐跟那个酱油膏，所以不用再加。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那个勾芡的感觉。我要它再多一点水分。对，黏黏的。对，勾芡，所以你不用再勾。马铃薯不要炒太久。OK， 这样子拌炒2下就好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加上白醋。因为它是酸酸辣辣的，所以喜欢吃酸的人可以多放一点白醋。拌一下。OK， 熄火。来吧，吃饭。Questo è buono questo. 好了，开始吃啊。OK， 很快，好吃的样子。会不会辣？一点点。一点点辣。好了，试试看吧。尝一尝吧。四川菜比较辣。不一定哦，大概不太辣，你觉得？没关系，我们尝尝四川菜吧。辣吗？不辣，有一点。好吃真的。Bene. Buon appetito. Grazie, buon appetito.